哇！各位朋友，呢度133方3房開價208個，計落條數啊，我唔敢講係全小區最平嗰間，但我敢講絕大部分同戶型嘅毛坯房價錢都高過佢啊！真係名副其實嘅筍盤。呢套單位4葉草戶型，客廳開間有4米啊！呢種4葉草戶型啊，好就好在基本上係冇浪費空間。陽台南向啊，主要睇我哋嘅景觀園林，但東邊咧靠近金山大道啊，唔多唔少都會有啲車做噶啦，但係都唔算嚴重。轉過嚟咧就係我哋公共衛生間同埋一個小朋友房。呢個小朋友房啊唔細噶，都有13個平方咁大。全屋做滿牆紙，而家睇啊都好新淨。後期你唔中意嘅話，要換都唔算麻煩啊。廚房唔算細啊，都有9.5個平方咁大。採光同樣都 OK 噶。入戶門嘅玄關位，鞋櫃到頂設計已經做好晒啦。呢度有2間房，呢間係小朋友房，東面望園林嘅。隔籬嘅主人房係大衛新間嘅套房啊，有接近23個平方咁大。業主啊，因為要急住搬去1中附近啊，所以呢次叫價208個，真係好有誠意啊！同戶型連裝修嘅單位，呢個小區根本冇其他戶型可以比得到。重點係11小就喺隔籬，行落樓200幾米就到啦。你覺得呢個價點呢？快啲評論區話我知啦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